喂，老闆咁快過嚟嘅？我欣賞緊個景觀超級靚，有山有海。咁唔知你同阿太太啱唔啱你哋咧？咁呢個單位咧就816尺，3房2個廁所同埋1個儲物室。咁我哋望一望個單位，嚟到翠擁華庭816尺，一個4方形嘅廳。咁直入一個走廊位，右手邊呢度廚房，有雪櫃位，亦都有個儲物室。呢個第一間嘅細房，洗手間，名廁嚟嘅。另一間細房，個景觀都唔差㗎。望返呢個山景啦，同埋呢個海景，有少少海景可以睇到。咁頭先片頭介紹咗啦，主人房呢個就係主人房嘅套廁，亦都係名廁嚟嘅。哇！我覺得睇咗幾間翠擁華庭真係非常之震撼，呢個景觀好靚，一個綠色嘅全綠色嘅景觀，山景，遠眺一個海景。你諗下，每日起身第一件事開咗個窗簾，望一望個綠化帶係幾咁靚。喂，知道版你哋計完呢個單位價錢咧？咁816尺，我覺得雖然樓齡係相對之下舊少少，比近年離開景觀，但係呢個交通係非常之方便，同埋最容易係買到嘢嘅。咁另外樓下就巴士總站。咁如果你想睇樓或者想放盤嘅業主咧，可以打俾我，咁我亦都會幫你免費拍翻條片。咁我哋下次再見，我係 Terry，拜拜。